我係 Helen。15個月前嘅我係一個律師，而家嘅我係一個 slasher。我手上有我嘅 DSE 成績表、我嘅大學畢業證書、我嘅律師證書。呢3張曾經代表住我人生成就嘅紙，而家都好似冇咩用啦。2023年9月，我做咗呢個可能係我人生最重大嘅決定。好多人都會問我，讀咗咁多書先嚟辭職，會唔會嘥咗？係咪癲咗先會辭職？辭咗職之後有咩打算？搵唔搵到食？有冇後悔？今日我就話俾大家知，到底點解我會辭職。咁喺我講到底點解我會辭職之前呢，不如我哋就追溯翻去到底點解我會讀 law 啦。咁其實由細到大呢，我讀書成績都唔錯嘅。中學 DSE 呢就考咗3科5星星，4科5星。當你考到呢一個成績嘅時候，其實好自然，你身邊嘅人都會叫你一係讀醫，一係讀牙醫，一係讀 law 啦。咁其實都唔到我揀嘅，因為我本身就非常之驚血，所以咧喺刪除法之下，我就揀咗讀 law 啦。但係原本揀科嘅時候，其實我都有諗過要唔要去讀傳理嘅，因為影相同拍片其實一直都係我嘅興趣。我記得我好細個嘅時候呢，已經會自己落街去買一大堆嘅 fashion 雜誌，翻屋企剪剪貼貼自己整 scrapbook。跟住到中學嘅時候呢，就一放假就會約啲 friend 出去影相打卡，仲會瘋狂 post IG， 之後仲玩埋即影即有同埋菲林相機。我諗我喺中學嘅年代咧，都可以算係打卡始祖噶啦。咁但係無論係我自己對我自己嘅期望，又或者身邊嘅人嘅意見咧，都好似唔容許我揀一科低過自己考到嘅分數都入到嘅科目。而呢一種無形嘅壓力，亦都影響咗我嘅大學生活。讀 U 嘅時候，其實頭2年我都仲對呢一科係好有興趣嘅，因為我本身就好中意讀一啲好 conceptual、好抽象嘅嘢，亦都好中意鑽研一啲社會議題。而我越讀就越發現，其實我哋嘅社會運行同法律係真係息息相關。咁但係去到 Year 3咧，就開始見到身邊好多讀 law 讀 business 嘅同學咧，佢哋都開始變得非常之蠢，佢哋會成日周圍揾工啦，不停返 intern， 又周圍去一啲 networking event 嗰度識人。而我亦都開始有一種羊群心理，就覺得我一定要好似佢哋咁樣先係為之成功。即使其實我 feel 到我自己嘅內心呢，根本就唔係一啲咁蠢嘅人，其實係好難做到好似佢哋嗰種由心而發，好想力爭上游，好想向上爬嘅感覺。其實由始至終呢，我都唔係一啲非常之勤力讀書嘅乖學生嚟嘅。讀 U 嘅時候呢，我都成日會走堂啦，再加上嗰陣時有住 hall 呢，所以就成日都掛住玩 hall 嘅活動。咁功課呢，就留到最後一刻先至做 deadline fighter， 而考試亦都係喺考試嘅前1個禮拜先至開始溫書。我記得我有一年考試前嘅嗰個 study period， 我仲飛咗去日本同我媽去旅行添。咁所以其實成個大學生活呢，我都係一個比較放屁嘅狀態，而成績方面亦都冇話特別追求要做最 top 嘅學生。咁但係當你見到身邊嘅人呢，都開始喺度討論 grad job 嘅時候，你點都會 feel 到有一種同齊壓力。於是乎呢，我都唔執書咁樣死死地氣就報咗10幾20份工啦。而每一次報名嘅時候呢，都要重新寫一篇好長嘅 cover letter， 又要重新執過一次個 CV， 之後再做一啲好難嘅 online test， 再經歷完幾 round 嘅 interview 之後呢，點知就俾我碌咗入我前公司嗰度做 intern， 仲好彩地攞埋 grad offer。於是乎呢，一切就開始變得順理成章啦。入到律師樓做嘢，先發現原來同我想象中嘅根本就係兩個世界。工時長工作壓力大呢啲咧就一早都 expect 咗嘅。但係其實最大壓力個位咧係公司會俾我哋每人一部 Word 風更新，所以基本上咧我哋24小時甚至乎連 weekend 都會收到公司嘅 email。雖然咧就唔係次次都關我哋事，唔係次次都叫我哋做嘢，但係呢一種無形嘅壓力已經令到我哋就算夜晚翻到屋企或者放假嘅時候咧，都好難可以放鬆。之前連我自己攞 annual leave 去旅行嘅時候，都要攞埋部公司電腦一齊去，以防有人突發叫我做嘢。所以咧，我哋法律界就出現咗一個好出名嘅 meme， 就叫 Please Fix。個意思就係無論你去到邊一度，喺乜嘢時刻，只要老細叫到你 Please Fix 嘅時候咧，你都要即刻攞部電話攞部電腦出嚟拆掂佢。有時咧，我同啲都係做律師嘅朋友一齊去旅行啦，跟住佢哋突然間咧要攞部電話出嚟喺度撳嘅時候咧，我哋都會笑佢，佢又喺度 Please Fix 緊啦。
我最記得咧就係我第一年做 trainee 嘅時候咧，做緊一個幫一間公司上市嘅 project 啦。咁去到臨上市嘅2-3個星期咧，負責呢個 project 嘅所有人，包括律師啦、iBanker 啦、accountant 咧，都會齊集晒喺呢一個地方叫做 printer。咁咧 printer 就唔係影印機嘅意思，其實咧就係一間負責印招股書嘅公司咧，就會叫做 printer。咁佢哋個 office 入邊咧就會有好多呢一啲嘅 conference room 去俾大家開會。咁喺呢段時間裏面咧，我哋全部人咧就每日朝頭早9點鐘就會準時喺呢個 printer 度齊集，然後全日咧就係不停咁樣開會，不停對份文件，不停改呢本招股書，不停對一啲財務嘅報表，不停 proofread。一路去到凌晨，起碼2-3點咧先至收工嘅。咁我嘅 senior 咧喺呢一段時間裏面咧，基本上就好似住咗喺呢間 printer 咁樣，每日都早過我就已經坐喺度啦，跟住每日又遲過我先翻屋企。咁仲要嗰段時間咧係臨近農曆新年，其實大家都好想新年之前咧就搞掂晒呢個 project 可以放假。於是嗰2-3個星期咧係連禮拜6日都要翻嚟 printer， 仲要差啲連團年飯都冇得食啊！嗰段時間咧每日都坐喺同一間房裏面做住機械式嘅工作咧，真係令到我非常之崩潰。有一日收工落樓下 call Uber 啦，咁我等緊車嘅時候咧，真係忍唔住啦，就打俾我媽哭訴，真係崩潰大哭嘅程度。咁平時冇咩事咧都唔會主動打俾阿媽嘅，所以今次咧就真係 feel 到事態非常之嚴重啦。當時我阿媽聽到我喊晒口咁樣，都同我講話，如果真係做得好辛苦嘅，就不如唔好做，揾過一份 hea 啲冇咁搶嘅工啦。咁我聽到呢句咧，其實都有少少感動嘅。我舊公司喺工時呢方面，比起同行嚟講咧，已經算係好噶啦。身邊有好多朋友咧，都仲誇張過我，直情係每個 weekend 都要做嘢，有時遲覆 email 仲會俾老細鬧。而且當時嘅我只係一個 trainee， 係成條 team 裡面最低級嗰個。就算我做錯嘢或者冇睇到 message 做漏咗啲嘢，都叫做會有 senior 去幫我守尾門。但係當我課思到自己越升得高 title 嘅時候，對於我嘅工作能力要負嘅責任同埋工時都只會越嚟越長，而我嘅 work-life balance 就只會越嚟越低。去到呢個 moment， 我諗翻起其實我細個係真心想做律師嘅喎。以前咧成日睇埋啲 TVB 嗰啲律政劇啦，咩法證先鋒啊、法網追擊，就會覺得做律師原來係好型嘅喎，覺得可以維護社會公義啦，可以追求真相，真係諗翻起都覺得有少少中二病。我細個就係好中意駁嘴嗰啲細路嚟嘅，成日阿媽話我 A 咧，我就會話點解唔可以係B？每次鬧交嘅時候咧，我媽就會同我講話：你第時唔做律師啊，真係嘥咗你啊！咁但係點解到我真係做到細個嘅其中一份 dream job 嘅時候，出到嚟個結果會咁唔同嘅呢？以前讀 law 咧就係學一啲好純粹嘅 legal concept，但係出到嚟做嘢咧，因為我嘅前公司就係一間 commercial law firm 啦，我哋做嘅所有 project 咧都係金融或者 business 相關，而偏偏咧我對於 business 呢方面咧就冇好深嘅認識，而且興趣亦都不大，所以去到做嘢嘅時候咧，一開始咧所有嘢都要由零開始 pick up， 要喺1-2個禮拜之內咧就理解到一啲好複雜嘅 deal structure， 要學識睇一啲好深奧嘅文件，而呢一啲對於我嚟講咧冇興趣去支撐咧，真係好難有個熱情去延續落去嘅。或者如果我當時唔係揀咗做 commercial lawyer， 而係去做訴訟方面嘅律師又或者大律師，可能我會更加 keep 到對呢一個行業嘅熱誠。咁但係咧，我當初揾工嘅時候咧，可能係被錢蒙蔽咗雙眼啦。因為 commercial lawyer 咧，相對人工高，而且你嘅職業生涯都比較穩定 ，job opening 咧都比較多，所以咧就相對容易入行。於是乎就做咗呢一個可能係錯誤嘅決定啦。啱啱入到律師樓做 trainee 咧，最主要都係做文書工作，有時都真係非常之機械式，要做好多 proofreading 啦，入數字、check data、gen 一大堆文件出嚟。有時真係覺得自己連一個 AI 都不如，隨時都可以俾人替代，唔係好揾到一個點解需要我 Helen 呢個人存在喺呢間公司嘅理由，所以工作上面嘅 work satisfaction 同埋 ownership 咧都好低，而令到我真正下定決心要辭職嘅一個 trigger point 咧，其實係因為我一次工作上面嘅重大失誤啊，因為我喺處理文件嘅時候咧，唔小心入錯咗啲數字啦，所以令到本身客戶已經簽好咗嘅文件要重新再簽一次，就製造咗好多麻煩
煩俾客戶同我老細啦。呢件事除咗令到我唔開心之餘，亦都令到我意識到其實根本自己唔適合做呢一行，因為呢份工咧係要求1000% 嘅 attention to detail， 而我對於我冇興趣嘅嘢咧，實在好難擺到1000% 嘅專注力同埋心機落去。咁樣落去咧，我喺呢一行都唔會做得長久，因為我係好難喺工作上面獲得足夠嘅成就感去支撐呢一份工帶嚟嘅負面心理影響。喺呢度我都同大家分享下少少我對於呢一行嘅睇法，結合我自己做咗2年嘅經驗，再加埋身邊朋友嘅故事。不過我都戴翻個頭盔先，以下嘅言論咧僅代表本人立場，並不代表任何法律界人士意見。咁大家咧聽完就算啦，我哋呢度講呢度散。我翻緊工嘅時候咧都 realize 到律師呢一行未必係適合我去花10幾年深耕嘅一個行業，因為咧而家 AI 都發展得越嚟越快啦。呢一行10幾年後嘅前景係點樣，其實都冇人知道。好多嘅律師都已經俾 AI 取代咗咧，連鐵飯碗都搶走埋，呢個真係冇人知。近呢2年經濟環境差咧，相信大家喺生活唔同嘅方面都可能會感受到。而身邊有唔少朋友同我一樣，都係做過大型嘅國際律師樓啦，但係就因為經濟環境嘅因素而被裁員，所以其實成個行業嘅裁員潮係已經出現咗，甚至乎一啲大型嘅國際律師樓都選擇關閉埋香港嘅 office， 而有一啲人咧就選擇會 relocate 去英國啊、新加坡呢一啲前景更加好嘅地方。而家呢個環境咧，做律師都未必係10幾20年前咁吃香噶啦 ，job opening 咧就越嚟越少。而人工方面，除非你真係入到行業最 top 嘅國際律師樓啦，如果你係做普通 local firm 嘅律師咧，其實人工都可能只係高過普通打工仔少少。咁實際金額咧，大家自己 Google 下都會揾到噶啦。而且 law firm 有一個我覺得最 toxic 嘅 culture 咧，就係佢量度員工表現嘅 KPI 係用一個叫 billable hours 嘅嘢。咁即係咧，你一日翻工嘅時候，必須要做緊一啲可以收到 client 錢嘅工作咧，先至會計入呢個 billable hours。咁如果你係做緊一啲自己嘅 admin 嘅工作啦，或者 research 嘅工作咧，呢啲就唔會計入你嘅 billable hours 裏面。而每年嘅 bonus 咧，就係根據你嘅 billable hours 去決定。咁一年咧就要做夠大概1900個鐘咧，你先合資格攞到 bonus。咁所以平均每日咧都要做到8個鐘頭嘅 billable work。咁你諗下，一日翻工9點到6點，其實冇咩可能8個鐘都真係做緊 billable work 嘅喎，你都會有好多其他嘅瑣碎事情需要處理啦。咁所以其實公司咧基本上已經預設咗你係一定要 OT 嘅。我自己就覺得呢個計法其實唔係好公平嘅，因為你根本就控制唔到自己有幾多嘢做。有時老細呢段時間真係揾唔到生意翻嚟，冇 project 嘅話，其實真係湊唔到8個鐘嘅 billable hours。咁變相你就會因為一啲唔係你工作表現嘅原因而失去咗你每年嘅 bonus 啦。如果你用份人工計翻真正要做嘢嘅時薪咧，其實真係唔算特別高。咁但係要承受嘅工作強度同埋壓力又係咪值得呢？我覺得你真係要真心非常之熱愛呢一個工作，你先至可以喺呢一行做得長久。所以我真係非常之由衷地敬佩我而家身邊仲繼續做緊律師嘅朋友們。自從我辭咗職之後咧，我都留意到身邊越嚟越多我識嘅人近呢1年都辭職，有做律師嘅，有做銀行嘅，有做 marketing 嘅，甚至乎成個 Gen Z 都有呢一個趨勢，一係就裸辭，一係就一畢業就做 slasher 或者 freelance。有時我都會喺度諗，我哋呢一個世代，包括我啦，其實係咪因為怕辛苦唔賣得，所以先唔中意翻工呢？ Quiet quitting 安靜離職呢個 term 咧，本身就源自於歐美，意思咧就係話員工喺唔正式離職嘅情況底下，淨係做佢哋職責範圍裡面嘅嘢，而唔會主動去 OT 或者爭取晉升機會。呢一種現象喺疫情開始變得流行，因為工作環境同埋生活模式嘅轉變，而令到打工仔對於高壓嘅工作感到抗拒。而香港亦都越嚟越多人討論所謂嘅00後整頓職場，有時喺 Threads 咧都會見到有啲人出 post 講自己嘅00後同事走去鬧翻老細轉頭。可能上一代嘅人會覺得而家嘅人咧真係一代不如一代，
美其名就話係整頓職場啦，實際上呢就係懶，唔想做嘢。咁但係自從我自己做咗 content creator 之後，其實每日除咗瞓覺之外嘅時間呢，都係做緊嘢，全日都係手機電腦不離手。工時呢，我覺得冇比我做律師嘅時候短。咁但係點解而家冇咗老細，冇人督促我反而更加自動自覺去做嘢呢？講到尾呢，都係因為自己中意。只要中意一樣嘢，就自然會有動力去做。唯一自己真正熱愛嘅事，就算再辛苦呢，都係值得嘅。事實上，我見到好多同我差唔多年紀，甚至細過我嘅人呢，對於自己嘅 passion 係比我更加努力100倍。呢一種風氣呢，我覺得非常之 inspiring。見到好多外國嘅 creator 都好俾心機去經營自己嘅 social media， 我發現原來做 creator 呢樣嘢呢，係真係可以將我嘅興趣變成事業。我覺得人生應該要有更多可能，想趁自己仲後生，仲未有太大沉沒成本嘅時候，去做一啲我想試而又中意做嘅嘢。呢點我相信好多同我差唔多年紀嘅人都應該會有同感。而家呢個時候就係最容許我可以任性一次嘅年紀，因為好彩地我冇太大嘅家庭或者經濟上面嘅負擔。如果我而家都唔去做嘅話，仲等幾時呢？我哋成長嘅年代非常幸運地係資源比較豐富，上一代嘅人出到嚟社會做嘢呢，可能就要諗成家立室，要諗照顧屋企人。但係 Gen Z 呢，就傾向將自己嘅感受行先，會追求自我價值嘅實現。我哋衡量成功嘅標準唔再係一個月揾幾多錢，幾時結婚買樓，而係有冇揾到自己嘅 passion， 有冇一啲精彩嘅人生體驗，有冇做到一啲能夠真正代表自己嘅嘢。人去到死嗰刻，其實真係乜嘢都帶唔走。辛辛苦苦返30年工去供一層樓，到死嗰一刻，呢層樓又為你帶嚟啲乜嘢價值呢？我哋 Gen Z 追求嘅嘢已經唔再係傳統社會上定義嘅成功，而返工亦都唔係人生唯一一個 option。辭咗職1年啦，經歷咗1年嘅 freelance 生活，又見證咗身邊咁多人辭職或者轉行嘅經歷，到底我冇後悔呢？我諗要我揀多100次、1000次，我都係會揀辭職。我哋成日都會話要 only live once， 但係可能我哋冇留意嘅一樣嘢就係，其實每個人喺每一個年紀咧都係只能夠活一次。所以我哋要做嘅嘢就係應該喺而家嘅年紀去體驗而家可以體驗嘅生活，而唔係為咗賺錢而無限期咁樣延遲呢啲體驗或者享受。我覺得做 creator 呢樣嘢呢係真係有時限性嘅，唔係話我可以做律師做到40歲真係財務自由啦先走去做 creator。去到40歲嘅時候，我仲學唔學得識剪片拍片呢？仲有冇呢個心力或者體力去探索世界，去做一啲瘋狂嘅嘢呢？20幾歲呢個年紀如果再唔開始嘅話呢，就真係有啲太遲啦。而家開始去 build up 我嘅 social media 呢，都需要一啲時間。去到30歲先嚟辭職嘅話呢，個 sunk cost 又會變得太大，我嘅人工會隨住我嘅年資一路上升啦。去到嗰個時候，我又有冇勇氣放棄呢份人工同埋安穩嘅生活呢？如果睇緊呢條片嘅你曾經同我一樣有裸辭嘅諗法，呢樣絕對係一件好事，因為咁樣代表你對自己嘅人生有所反思同埋追求。呢條片呢，就唔係要叫所有人都應該好似我咁樣辭職，畢竟每個人都背負住唔同嘅考量。但係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啲聆聽自己內心嘅聲音，了解自己人生真正想要嘅係乜嘢，想過點樣嘅生活，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我就算係比較好彩，喺我辭職嘅時候呢，身邊都唔算有太多反對聲音。我媽都比較開明，同埋都好支持我呢個新嘅 career。對於呢樣嘢呢，我係非常之感恩。不過我始終覺得其他人嘅 comment 呢，就唔使太放喺心上，因為每個人嘅人生最終都只係需要向自己交代。當你真正想改變自己人生嘅時候，你會發現呢啲反對聲音根本唔會動搖到你嘅信念。過去呢20幾年，我都好似冇好認真咁樣諗過，到底我係一個點樣嘅人。可能喺人哋睇嚟，我獲得咗好多成就，讀書叻，入到 ConU 又做咗律師。咁但係呢一啲標籤係咪就代表咗我呢？由始至終呢啲都好似只係為咗符合社會嘅期待，又或者某程度上係滿足緊我自己嘅好勝心。當我擺脫咗呢一啲標籤之後，我到底係邊個呢？喺香港呢個咁重視成就嘅社會，當我離開咗呢條一帆風順嘅道路，到底我會過一種點樣嘅生活呢？人去到死嘅一刻呢，係唔會後悔自己做過啲乜嘢，只會後悔自己冇做啲乜嘢。如果你嘅人生得返5分鐘、5日、5個月，你最想做啲乜嘢呢？
由而家開始，我嘅人生都應該仲有幾十年時間，所以我想將我嘅時間用嚟做一啲我真正想做嘅嘢。為咗令自己嘅人生無憾，我想喺30歲之前完成100個人生清單，然後透過呢個 channel 記錄低，希望大家都會陪我一齊完成呢100個人生 bucket list。如果你同我一樣都中意體驗人生，想睇我去啲特別嘅地方做啲新奇嘅嘢，就記得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 啦。亦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分享下你哋對於工作或者人生方向嘅睇法。對於我嘅分享有咩問題呢，都可以喺下面問，我會盡量解答嘅。最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呢條片俾你嘅朋友，對於我嘅 channel 咧都會有好大嘅幫助㗎。好啦，多謝你哋撳入嚟睇我嘅片，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